所来看台南路边啊，这个停车格，这应该是真侪人拢第一届看到停车格是安尼画啊。伊这个停车格呢，竟然画伫人行道顶头。这个人行道甲路面啊，佫有一个坎，啊，包括占中车位有一个坎，这是叫人免啊停车咧。 你看过这种停车格吗？埔城真爱步道有几排的停车格，其中佫有一个是新庄的停车格。这个到底是人行道还是停车格？我就问，这个到底要怎么停进来？发现的网友是看到硬气，哪会甲停车格画伫咧人行步道顶？这个地点是台南市安平区的建平三街。 看现场的停车格拢总有19格，不过步道甲路面的悬度各差15公分。一般车辆若底盘较低要停车，可能就会卡到。啊，若新庄的朋友若要上车落车，可能嘛会较困难。这样子的停车格看起来很没有诚意啦，敢若是无啥想要互人停。其实，伫咧停车格另外一边有设一位是储架，不过用三角锥甲伊挡起来呀。啊，若这停车格哪会画伫咧步道顶咧？这是算地主私人的地啦。我嘛甲因讲，你安尼车都无法度去伫啊，你画安尼较有内容。因讲因是暂时吼。 规划而已啦，规划啦。里长讲，这是算私人的土地，地主讲是暂时性的规划。啊，那主管单位是表示会到场来回看。即法定空地设置停车位，将要相关单位再行厘清。这款的汽车停车格发现的网友伫咧网络平台破文，不少人就讲这根本是台南的机关，因为是私人的土地，安尼画停车格敢有符合规定？各位等相关的单位事后来查清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